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10月初8，萨摩尼下卷7章28节安尼讲：至高的上主，只有你是上帝。你的话真实可靠，你用这个福气应允你的奴仆。三角来祈祷，用福气应允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至大、至权、至圣、无通比的上帝。愿人永远尊你的名做大，愿阮时刻高举你的名，愿今若有愧视的，拢学了你的圣洁甲奇妙，因为你以外，阮无有别个上帝。因为你以外，阮无有通以外。主啊，阮伫困境中用尽方法，想要脱出艰难。阮伫患难中想尽办法，要找到出路。主啊，世上无有人通互阮倚靠，因家己也无路通行。主啊，只有你是阮的上帝，因为你的话真实可靠。求你用你的福气应允赏赐予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愿主赐咱气力，帮助咱伫每一天掠着应允，互咱领受伊的福气满满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